铁将无情，自高其昂，坐上宾。张兴，银票可能带在身上。大爷，小弟取了300两银票，打在身旁。好。平官大人到。岳神上南，这厢有礼了。也有意，小弟可见询问大人了。王大人，为国本部一路上辛苦了，为国为民滚的辛苦儿。这个请问好像在哪里见过？是有点面熟。啊，请问王大人，以往可曾到过海宁？本院是以省长京都送礼来过江门。王大人今日想要不知于何事教？本院奉旨立官初到海宁，凡是有不到之事，还请张师兄赶往照应。王大人实有为难之处，岳神你当心里周旋。大人，玉臣启动堂，请官启动堂。王大人公务在身，岳神告辞。且慢，张师兄，下官尊人相亲，岂有怠慢师兄之礼？还请张师兄同下官一同升堂礼。哎，岳神不管，岳神不管。兄不必客气，来，有升堂是升堂。见识其心，欲断难言。四三枚枪，夜眉模糊，黑影乱官官相护，团长王法，将我父我却当人造。欲知内鬼，欲中毒死我，想不能伸冤站在伸缩我们，长期心的大人懂得兄弟来在上过，王大人，想着生来官宦之后读书之人，一向奉公守法，安分守己，岂为做出此事？平日这雕也应告，诬告。王大人，官理问罪，送他他子啊！
这一招，他乃是心口之王如面朝，教武的也来无高，为了年财莫轻啊！上去，上至城上。你王大人明察去好。本院不是3年之前团长王八的黑名院当之亲手。偏民之事难以作声，无人可招。无谁可招？这300两本银何用？这你再来仔细看看本院是谁？你3年之前，你才不是的红文去啊！是他，上去，走。哦，何文轩，我审理兵目，岂无当朝太师，你管把我怎么样？皇子案发，此命有罪，我身为刑官，执法事何文轩，你冒名顶替的公敌，犯下欺君贼必情，一封快书进京城，问教你有关下身，难保命。我可未必忘记心，其他事业不担心，当将你告，我自愿离去，说到累岂能好？将枪兵作为地方，把国灭叛之生命，只能子弹忘不了有难去。你管把我怎么样？大人。